習，約瑟夫和羅曼全力訓練。太陽從市立體育場冉冉升起，田徑跑道上空依然彌漫着薄霧。約瑟夫在原地蹦蹦跳跳，精神抖。他看了一眼手錶，8:01。來吧，約瑟夫，教練喊道，開始輕鬆跑3圈。約瑟夫出發了，心情輕鬆。他喜歡最初的幾米，新鮮的空氣拂過他的臉頰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今天他的目標是在1000米比賽中創造個人最好成績。他放飛思緒，專注於呼吸、腳步和節奏，遠離壓力。他如魚得水。幾公里外，羅曼走進了體育館，器械閃閃發光，高低槓、平衡木、自由體操。他調整了一下紫色的緊身衣，加入了其他人的行列。動態熱身，教練宣布道：弓箭步、跳躍、伸展。羅曼娜保持節奏，專注地完成。他知道後下馬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動作，需要精準的把握和放鬆的意識，而他至今仍未完全掌握。約瑟夫完成了3圈熱身，微微出汗。他喝了一口水，然後開始練習腳跟足團、抬腿、跳躍式跨步。他從不作弊，即使是那些小練習，因為正是在細節中進步才得以實現。在他身邊，年長的跑者們飛馳而過，但他專注於自己的路。羅曼娜在筆記本裡給他留了一張小紙條，祝你好運。後下馬的時候我會想起你，他笑了。他總是在他身邊鼓勵他。在健身房裡，羅曼娜走向單槓，他在地板上重複着這些動作，模仿着旋轉的動作。他能聽到自己的心跳加快了一點，並非出於恐懼，而是緊張和期待。羅曼，完畢，教練說。他爬上去，深吸一口氣，然後開始擺動高低槓、空翻。但到了後下馬，他猶豫了一下，剎住了，直直地落地，沒有摔倒，但也沒有成功。沒關係，教練說，熟能生巧。你準備好了，只差信心。羅曼點了點頭，他知道自己還得再試一次。約瑟夫已經準備好參加1000米比賽了。教練開始計時，他按照教練的建議謹慎地起跑。第2圈，他稍微加速了一點，他的腿像火燒一樣，但他保持着冷靜。最後一個彎道，他拼盡了全力，他超過了一位隊友，上氣不接下氣。在終點線上，他倒下了。3分47秒，新紀錄，約瑟夫。他舉起拳頭，氣喘吁吁，卻又感到自豪。在健身房裡，羅曼尼再次爬上單槓。這一次，他感受到了一種不同的能量，一種更深的決心。他流暢地完成了動作。至於下馬，他全力以赴。一個完整的旋轉，然後乾淨利落地落地，乾得好，你做到了。羅曼尼簡直不敢相信，他咧嘴一笑，心跳加速。那天傍晚，約瑟夫和羅曼尼來到露台，他們正咬着蘋果，仍然有些疲憊。所以呢？約瑟夫問道。後下馬成功了。你呢？打破了紀錄，快了將近10秒。他們互相擊掌，默契十足。你知道嗎？羅曼尼說，在我嘗試的過程中，我一直在想着你，這讓我安心。我也一樣。
你筆記本上的記錄給了我很大的鼓勵。他們沉默了一會兒，聆聽着花園的聲音、鳥兒的歌唱，以及輕柔的微風拂過樹葉的聲音。你覺得有一天我們可以一起比賽嗎？約瑟夫低聲說道。體操和田徑同時進行，那一定很有趣。或者運動會，每個人都會展示自己的實力。我們邀請家長、朋友，甚至你那位嚴格的教練。我們還賣蛋糕，用來買球衣。他們笑了。這個想法簡直是夢想成真。雖然疲憊，但快樂。他們剛剛經歷了一個重要的時刻。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達到了一個里程碑，這才是他們真正的勝利。